那你是不是那简单？有小见风险，请你来4万以下，到前面4万以下，我们平常在擤鼻涕的时候的动作，你要到前面啊，包括你要让观众、让伙伴们看到你擤鼻涕的动作啊，不然大家把我们双手举起来，你们平常擤鼻涕，阿明我有看到你在擤鼻涕的动作，对，那你喜欢他呢？对不？对不？我们擤鼻涕都是这样，其实这是错误。你们会不会觉得讲，咱若擤鼻涕，你看下呢，会啊？你若擤鼻涕，你就是感觉你看下，你唔捌擤鼻过，你都无咧擤鼻，你都无咧擤鼻，话你就吞落。无鼻，擤鼻，你现在擤鼻涕是我慢慢慢慢。所以慢慢我看下头的。哦，伊就，但是你爱用的时阵，你若擤鼻涕，爱用我摸着伊呢。哦，哦，我咧话，其实对啊，咱擤鼻涕一边啊一边安尼，咱擤鼻涕最正确的动作是这样。对，要用的时候啊，你会使讲我不能给你来这样。我不是，我若去你兜你若安尼啊，我会做。后摆去你兜，我摆坐了你听啊。你若看我擤鼻涕好奇，其中也就是我们擤鼻涕发生的我们都知道哦。那你家事实上，这是一个错误且危险性的擤鼻涕的方法，因为这种做法会使我们的鼻腔或者是我们鼻咽部分的分泌物受到压力，而迅速的被排出体内。这时候分泌物的病菌很容易在我们中腔管子产生化带壁蓄积急性化性中，所以